週四，現貨黃金唔爭氣，收盤直接回落。尋日創新高嘅強勢完全接唔上，點解會跌？核心就兩個原因：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突然少過估計，美元被捧起咗，自然壓住以美元計價嘅黃金，再加埋特朗普對伊朗嘅態度軟咗，避險需求一下就淡咗，金價冇咗支撐就只能走弱。現貨黃金全日跌咗0.23%，收報4615.75美元。雖說跌幅唔算大，但剛剛創完新高就回落，對市場情緒都有少少打擊。多頭暫時要退一步喘氣。今次美元真係功臣，全靠美國就業數據撐場。四公佈嘅上週初請失業金人數竟然意外下跌，直接推動美元指數 DXY 升到99.31，升咗0.24%，仲創咗12月2號以來嘅新高。就業數據咁靚，大家都覺得美聯儲減息會更遲，減息預期淡咗，黃金自然被壓制。呢個邏輯好明顯。講講美聯儲嘅動向，最近嘅經濟數據一來，基本坐實咗上半年按兵不動嘅預期。大家都篤定1月27到28號個會議，美聯儲肯定唔會調整利率。當然啦，市場都冇完全放棄減息念頭，仲估緊今年遲啲最少有2次減息，每次減25個基點。低息環境嘅邏輯仲在，最影響避險情緒嘅，仲要係特朗普對伊朗嘅態度轉變。四，佢公開講對伊朗唔會急住採取軍事行動，要睇住事態發展先。而家突然轉為觀望，呢個轉彎真係夠快，直接令避險資金退潮。特朗普呢句說話一出，股市即刻被提振，大家都將資金從避險資產抽出嚟入股市，黃金嘅避險需求自然大減。本來仲企喺歷史高位附近，就咁樣被拖累回落，可見地緣消息對金價嘅影響有幾大。提提大家，黃金向來都係亂世英雄，只要地緣同經濟有不確定性，再加埋低利率環境，黃金就有表現空間。而家只係短期消息面轉淡，長線支撐因素仲未消失，大家唔使太慌。最後提醒，以上內容淨係供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，大家據此買賣，盈虧都要自己承擔，千祈唔好盲目跟風。覺得分析夠實在，就訂閱、按讚、分享俾身邊老友。多謝收看。